過得挺好的。4個鐘頭嘅開幕式，最想睇點聖火。中國人的夢想，千年百年的夢想已經實現。裝咗隻鑊，郭清源一家安坐家中睇直播。對老人家的哪怕是遇到中國这次这个大地震，世界罕见，是历史罕见。但中國人能夠站起來啊！屋企冇電視睇，亦都可以去大房睇大銀幕。而家已經有20套接收播放器安裝咗喺唔同嘅災區，奧運之後亦都唔會攞走。無線電視記者蘇傑喺四川都江堰報導。天氣方面，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晚間大致多雲，局部地區有驟雨，吹輕微至和緩嘅偏東風。1點鐘氣温係30度，相對濕度72%。一般監測站嘅空氣污染水平係輕微至中等，路邊監測站嘅係中等。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喺新聞結束之前，再欣賞京奧開幕嘅情況。